各位喺澳門翻到嘅朋友仔，望過嚟，今日幫你哋喺珠海嘅拱北關口呢度揾到一套65個方嘅兩房單位，所見即所得，西門子嘅3件套，林內嘅熱水器，澳普嘅浴霸，以及呢個入門口嘅鞋櫃，同埋呢個全屋嘅歐瑞博智能家居，都係交付標準。呢個智能家居可以控制晒你成間屋嘅燈光啦，以及空調啊等等。同埋呢度有個櫃，入邊可以放洗衣機同埋乾衣機，都係交付標準。呢度步行10分鐘，10分鐘你就可以過關嘅。洗手間都係以一個智能馬桶嘅一個交標，包括呢啲櫃，全部所見即所得，都係交付標準。最後呢度主人房啊，主人房嘅呢個櫃啊，衣櫃都係交付俾你。呢套屋苑總價唔貴，首期30個，非常之適合喺澳門上班嘅朋友仔。有興趣嘅朋友仔，評論區留言 ，send 資料俾你。